下来我们可以再继续讲普贤上师演教的不共内潜心当中的在皈依的皈依方面的后段。那么本身就书本有前善意跟中善意还有后善意，就三个在分别当中呢，现在就是在中善意中善意当中来说的话，也是共同外潜心的方面都已经圆满讲解，然后现在呢就是在不共内潜心方面的讲解。那么我们在讲解之前呢，就是也是同样的，我们在长期我们听课的时候，听课前的发心是非常重要的。那今天也一样的，我们就要知道，从无始时来到现在，一直不断的在轮回之一切众生，都曾经都是我们的父母亲。那么我们跟一切众生之间的关系来说的话，都是父母跟小孩之间的母子之间的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就是一直不断的在轮回。那么有的时候呢，就是包括自己也一样，有的时候呢，就是也是成为了天人，就是在天境的享受；有的时候呢，就是成为了地狱的众生，在地狱的当中呢，就是痛苦。那么过去这些下过地狱的次数跟变个天人的次数，这些都是数也数不清的无量无数次的以这样的一个时间当中呢，一直不断的在轮回。那么今天我们就是好不容易能够遇到了殊胜的传承，殊胜的大圆满法，尤其我们在这种魔法时代当中呢，就是能够可以遇到这么殊胜的法脉传承，是非常殊胜也非常不可思议的。那这个同时呢，就是我们自己也知道，能够获得这么难得这么珍贵的下脉人生，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遇到了这么殊胜的法。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只想到自己为所有一切众生，所有一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不断的在轮回的苦海当中一直在痛苦。所有一切的众生都同样的就是需求安乐，要得到安乐之国的。以这些的这个希望者一切众生来说的话，也是并不会做真正的会得到安乐的这种不会造这种因，一直有不断的会造业，一直以用自己的生苦意因贪嗔者所造的一切业的这种业报来说的话呢，也是不断的就会感受到一切痛苦。那当然呢，就是谁都不愿意痛苦，但也是真正的能够可以在解脱痛苦的这种因那么在修持善法的方面来说的话，就非常的弱，然后也不懂，所以就像一个盲人把他丢在一个空旷的一个这种在那个这个野外一样，那连一个方向都不知道，在已经来到了在这个人间轮回之中呢，自己也不知过去从哪里而来的，因为什么样子而来的，来到这一次的这个人生是做什么的，人生的真正的价值是什么，利益是什么。那么更不知道在将来或者是在以后的接下来的在生生世世当中的，我们真正能够可以获得幸福跟安乐的，就是幸福跟究竟快乐的这些方向在哪里都不知道，连一个方向都不知道，就是在一个无明的海岸当中不断的在辛苦不断的在辛苦，不断的在痛苦的这些众生都是多么可怜。那么这些众生跟我们的关系又是什么？那么他们曾经都是做过我们的父母亲。那做父母的时候呢，就是如同这一世的父母一样恩重如山所以我们就是要为了要报答他们的恩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听法。那么同时呢，我们就是在任何时候听法的时候，不能远离在殊胜第一个发心的殊胜跟正心的殊胜结心回向的殊胜。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话，就是最为重要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看书本的这第150页
是第150页嘛，对不对？对。这个书本的然后就接下来呢就前面我们就是讲到就是真实三宝33根本，乃方每等自性菩提心本体自性大悲贪嗔痴乃至乃至圣意菩提很皈依这个方面呢，我们前面以上就念过的。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在这个大圆满的皈依经皈依文4句皈依文，前面还有说或者同时长期我们都是要念诵皈依诵，就是皈依句相当就是我们共同的皈依，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或者是在藏传佛教共同的。那么在那个显密共通的皈依呢，就是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以这样的那么就是我们就是4皈依文我们就是讲到了这里，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接着要继续讲，应当经常发誓念修共称的4皈依颂，向他人赞叹皈依的功德，是他们皈依自他所有的人今生来世的依赖处就是三宝。这个部分前面已经有解释过，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已经前面有特别的解释过，然后在这作为一个修心者，修心者是什么样的？就是修心人。修心人是什么样子的？以什么样子的目的，怎么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变成了一个修行人？那修行就是在人的很多的这种事情当中呢，就是人的很多的生活方式或者是一些人生的一些很多事情当中，它也是一种专业。那么它是一个让我们真正的成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我们成为了一个修行人，就是我们就是很快就会成佛的一个这样的道路上。那么这个时候依靠什么呢？依靠佛，依靠法依靠僧，这就是三宝。依靠上师，依靠佛，依靠法，依靠僧。那么三宝是佛法僧，但是佛刚是就是依靠佛法僧，这样也是不够的。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密乘的传承里面来说的话，那么上师是可以代表三宝的，上师是三宝的踪迹，上师是过去一切法的一切佛的一切佛跟现在一切佛然后就是未来的一切佛，以及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本尊或者空性护法，全部的可以说是全部的代表，也是全部的本体。所以呢，唯一的就是能够可以依靠的就是上师。所以就是在我们皈依的前面呢，就放一个皈依上师、皈依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样前面有一个上师的存在的原因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没有上师的情况下，不会有一个佛的名称都会产生的。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修持佛法，要透过佛法，那我们需要成佛的话，那必须得要依靠三宝，依靠上师。所以我们经常要念诵。我们平常的就是任何一个人的就是修持大圆满法的前信的功课，就是要念完10万次的皈依文。这个10万次是只是一个数量上的一个基本的所有的人都要经过的一个课程的数量，就是10万次。那么在这个10万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要念诵皈依句4句，然后同时观想皈依经的时候呢，就是要有圆满的这个观想各个方面，就是神奇次第的过程以及圆满次第的过程，都是要在这些的过程要学修出来的。那么如果没有这些的学修的情况下，那就是不会有这种怎么说呢？你念个经，马上就是念一个本尊的仪轨的时候，就马上你就把这个本尊观想出来，能够可以做到深圆次第圆满的这种的修持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从基础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学修。首先要观想皈依经当中的这些诸佛菩萨。观想的方面呢，就是要有非常的清楚的，然后清楚，但是在这个它的这个体系来说的话，就是又是
各种彩虹跟各种光组成的，并没有任何物质以及肉体的这种的形象，也没有这种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必须得要分清明与空之间的在一些道理。那么在空的方面来说呢，它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是一个各种彩虹组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这样的一个本尊显现出你的前面。但是呢，在明的部分呢，又并不是说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天上出现的一些光跟彩虹就是模模糊糊的那种，那么并不是这样的，在那个相当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一样，就是一个佛，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佛的感觉。那么在从细微的部分来说到，就是佛的这个我们观想那个归境的时候，就是以莲花生大师为主要的，所有的莲花生大师上方的在这个从普贤王如来到自己的上师莲花生之间的所有的大圆满的传承上师们也好，还有所有的这些本尊那么我们最主要呢就是所有尼玛牌的本尊，然后同时呢就是一切护法，然后一切空虚母等等所有这些诸佛本尊的每一个的身相身世然后肤饰然后包括从细微的地方呢，就是每一个菩萨的这个眼睛的这个黑色跟白色的这样的一个交界处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明亮的以这样来观想出来。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到就非常的重要的。那这些都是达到的情况下，那么就是不只是10万次的数量圆满，那么质量上面也是非常圆满的情况下，那么10万次是所有的人共同的定的一个课程。但是有些人10万次也不会够的，因为就是过去的造的业力，所以现在的智慧也不一样。那么就是在这些造的业力不同的情况下，今天如果是同样的有已经皈依了的10个人来到了现场，然后在修皈依境的时候，每一个人的心里的信心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深度感坚定也坚定的程度也是不同。为什么信心的深度或者是坚定性的程度不同呢？因为过去的所造的业力的习气不同，然后呢就是业力不同，所以这样的情况下，这一世当中今生智慧不一样，长相不一样，然后不贫富穷不一样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不一样。那么在于从这种智慧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也必须得可能要了解2种智慧，就是从时间的智慧，就是有些人杀人放火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方面上面来说到非常聪明的，就是非常狡猾的，非常的这种有坏的那种点子的那些人，是不是很有智慧？我们在佛教当中所讲的智慧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佛教当中所讲的智慧呢，就是对一切众生非常容易升起慈悲心，非常容易升起菩提心，那么就非常喜欢利益众生，而且是对上师三宝能够非常容易产生信心，而且是有不可思议的这一次的自己的这个人生直到能够这么殊胜也不可思议的殊胜的这些了知这些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佛教当中说的佛所谓的就是让我们要提高智慧，就是这个方面的。所以呢就懂得因果的这个概念，然后就不敢杀生，也不敢伤害他人，然后就非常愿意利益他人的这种呢，就是有智慧的。南无